好啦，咁啊呢一排咧，我哋就講好多啦，同生殖有關嘅話題，就係點樣中西結合啦。繼續咧有保德醫務嘅註冊中醫師，呢位就係謝嘉文醫師，謝醫師你好。咦，我今日見到你有啲工具喎，似乎係有啲料到啊。OK，先講呢一個係咩嚟㗎？呢個人體啦，係咪穴位啦？咁你今日帶埋佢嚟，又前面我又見到有啲中藥喺度，搞咩科？嗱，我想介紹一個咧，即係唔需要食藥咧，都可以改善到身體嘅狀況嘅。特別係啦，有啲婦女啦，如果佢哋容易有痛經啊、手腳怕凍啊，甚至話嚟月經嘅時候咧，個肚咧會冰冷嘅感覺咧，咁啊，我哋就可以用一個浸腳嘅方式咧，去改善我哋咧個血液循環嘅。咁啊，浸腳點樣浸咧？首先啦，準備一盆熱水，大概係40度左右，又唔好辣親自己嘅，微溫就夠㗎啦。然後我哋浸腳浸到咩位咧？咁啊，其實如果你屋企有啲，譬如可能有一啲面盤啊或者水桶咧，理想咧就浸到去小腿肚中間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咧可以浸到咧三陰交上面一個婦科嘅穴位。頭先講過啦，三陰交咧就同我哋生殖嘅肝脾腎有關嘅。另外浸唔到唔緊要，如果個桶細，咁我哋最重要咧就要浸到咧腳板底前邊1/3位置有個叫腎經嘅湧泉穴，同埋咧腳面上第一同第二隻腳趾罅嘅盡頭有一個叫太沖穴，係屬於肝經嘅穴位。咁呢個湧泉穴點解咁犀利咧？因為係屬於腎經嘅原穴啊，即係代表咧腎氣同生殖有關嘅、固胎有關嘅。好似泉水咁樣源源不絕，由呢個腳板底嘅穴位開始，經小腿內側、大腿內側，然後咧去到我哋子宮盆腔嘅位置，去改善嗰個卵巢嘅血液循環。咁啊循環好咗之後啦，身暖咗啦，咁啊着床嘅時候 BB 又更加中意你間屋啦。咁另外啦，太沖咧，咁其實就同肝經有關嘅。譬如可能有時瞓得唔好啊，心火上肝火太旺嘅時候啊。咁咧，其實呢個浸太沖咧有一個引熱下行嘅作用嘅，可以有一個寧心安神嘅作用，因為你肝火下降啊嘛。咁同埋咧，亦都可以疏肝利氣嘅。咁啊，疏肝利氣嚟講咧，對我哋 IVF 嘅心情咧好重要。同埋浸腳本身用暖水浸咧，亦都可以放鬆肌肉，令你瞓得好啲。咁啊，首先最基本啦，我哋可以用暖水去浸。但係如果你想再加強溫經嘅功效咧，咁啊可以買啲桂枝啊。呢個就係桂枝啦。係啦，非常之香嘅。其實桂枝咧就好似大家飲咖啡咧，上面嘅肉桂粉嗰種味啊，咁但係佢咧就係嗰個樹枝嘅部分，或者咧係艾葉，咁咧買翻嚟咧可以揾啲暖水咧煲一煲啊，或者用熱水咧浸佢大概10至15分鐘。咁啊夏天天氣比較熱啦，可能一個禮拜2至3次；天氣凍嘅時候咧，可以加到去3至5次嘅。其實頭先我喺度聽即係阿謝醫師講嘅時候咧，有冇想要 B B 呢啲嘅浸腳方式都幾好，我覺得係。如果當然想有 B B 嘅朋友，原來我哋血氣循環係咁重要㗎，好簡單就浸下腳㗎咯喎，好嘛？OK，咁啊，希望大家係咪早生貴子啊？冇錯，早生貴子，多福多子，一於係嘛？早生貴子，多福多子。